最重要就係以身作則。我永遠唔會話俾團隊聽，你哋要做啲乜嘢，我只會話俾你聽，我做咗啲乜嘢。我個座右銘就係逆境不再，強者永在。好多時呢啲考驗挑戰係俾我哋去調整，俾我哋去突破，做一個更好嘅自己。我喺安利已經超過咗40年嘅時間，而我個工作咧，亦都係同人去分享一啲開心嘅嘢，鼓勵啲人去做成功呢個生意。當我能夠同團隊嘅朋友一齊能夠解決困難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人生好似上咗另一課一樣，俾我有更大嘅信心咧嚟到迎接下一個挑戰。我覺得 Anita 同 Kevin 係一個好有膽識嘅。我喺佢哋身上學到嘅係正面積極，每一件事都係好事。我覺得最深刻嗰句說話係破我世界紀錄。我覺得佢哋就好似哆啦 A 夢嘅百寶袋咁樣，永遠有解決方法。佢哋同我講過一句最深刻嘅說話，就係達成目標，首先要有強烈嘅慾望。他們教會我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，無論順境亦或是逆境，永遠保持100%的正面的積極的思維和態度。喺咁多年以嚟，我都係保持一個態度，就係定目標，因為目標先可以俾到方向，俾到動力，俾到我哋團隊同我哋一齊去進步。我永遠相信方法一定比難題多，我亦好有信心能夠接受任何嘅挑戰。我最享受嘅就係每星期1、2次嘅做下 gym 啊，打下羽毛球啊咁啦。全方位嘅健康當然係身心靈嘅健康啦，身體健康 ，peace of mind 冇壓力。咁而幸福咧，當然有一個幸福嘅家庭啦，有個朋友圈啦。我最喜歡同家人每年都有1至2次嘅海外旅遊。我哋嘅生活可以話係安理生活化，生活安理化。